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5册第3课走烧肉。时针分针走烧肉，时针骹骨底慢慢啊行，行一步就1点钟。分针骹骨长，60分钟走一练，拄好嘛是1点钟。练习早起、中昼、下晡、下昼、暗头仔、暗时、半暝、3点、6点半、8点17分。